我哋成日聽到揀樓買樓，最驚見到一啲風水煞氣，可能隨時會影響屋企人嘅健康、財運同埋家運。最後一個煞經常俾人忽略，睇落好似微不足道，但係佢嘅影響係絕對不容忽視。記得要睇到最後啊！歡迎收睇《瑜心軒》。我經常上門睇風水咧，都會遇到好多客人會問：我隻窗咧望住呢棟大廈，會唔會唔好啊？我對住呢條馬路啊，會唔會對我有影響啊？咁樣咁好多呢一啲嘅問題嘅，咁唔知你會唔會亦都有呢一啲相同嘅疑問呢？咁風水上咧，我哋成日都聽到一個煞字，所謂煞其實係講緊一啲景物、一啲佈置，對於你屋企風水上會帶嚟一啲唔好嘅影響。咁煞係有好多種嘅，今集首先會講關於一啲道路造成嘅煞，包括係車路或者行人路。因為香港大部分嘅樓都難免會望到一啲唔同形狀嘅路段啦，咁究竟邊啲先至係屬於風水上所講嘅煞呢？而唔同嘅路型嘅煞係會帶嚟一啲乜嘢唔同嘅影響呢？咁喺介紹之前呢，大家要留意翻今集所講嘅內容呢，係針對住家居住屋嘅。若果係非住屋，譬如寫字樓、商鋪，咁就唔係咁樣睇噶啦。咁大家記得要留意翻。第一個要講呢，就係我哋經常都聽見嘅路衝啦。路衝呢，你可以想象為有一把刀直刺向你間屋嘅一種強勁嘅衝擊啊。咁住屋呢，我哋一般都唔中意見路衝嘅，因為多數都係講一啲搞破壞嘅事情，譬如係令到你健康、財運受損啦，關係起衝突、爭吵，甚至嚴重嘅呢係會講緊分離嘅。咁好似呢一幅圖咁樣啦，屋企嘅窗口就望住呢一條路，呢一條路咧，你見佢咁樣直線咁樣衝埋嚟，咁呢一種就屬於路衝啦。咁但係路衝唔一定要係同你間屋形成一個90度嘅喎，佢可以係呢一個方向咁樣衝埋嚟啦，又或者係咁樣衝埋嚟，都係屬於路衝嘅。咁路衝咧，如果呢條路越直越長嘅話，咁佢嘅破壞性就越大啦。呢一張圖，你見到，咦，佢係咁樣轉彎嘅喎，咁但係其實佢轉完彎之後，都係咁樣直接衝埋嚟。嗱，唔關個行車方向事啊。雖然呢一邊嘅行車方向係向呢邊，咁但係我哋淨係睇條路呢，佢都係咁樣衝埋嚟嘅感覺嘅。咁但係當然啦，加埋如果佢個行車嘅方向都係咁樣向住你屋企呢邊呢，咁個衝擊力呢就會加強咗啦。咁有一啲朋友咧，以為行人路就冇問題啦，咁但係其實咧，行人路都會形成路衝嘅喎。你見佢咁樣都係衝埋去個住宅單位度啦，咁加上呢一條係斜路啦，所以嗰個衝擊力咧又會加強咗。考下大家，呢一個玻璃窗望住呢一條路，你覺得佢屬唔屬於路衝嘅一種呢？俾3秒大家去諗一諗。答案係唔屬於路衝嘅。你見呢條路咧係彎彎曲曲，我哋叫佢做 S 型路啦。S 型路咧，其實我哋幾中意見到嘅喎，因為曲水有情，佢係會帶俾你一啲好處嘅，就唔同直衝去衝埋嚟嗰種破壞力。咁 S 型路咧，佢可以係會帶俾你一啲財運啊、一啲機遇啊，又或者係一啲關係啊、姻緣咁樣。咁呢個就要到時再計算啦。我哋啱啱講完曲水有情 ，S 型路係會帶俾我哋好處啦。咁但係咧都要視乎翻喺邊一個位置嘅喎。咁譬如而家呢一條路，佢都係一條彎路嚟嘅。咁究竟呢一條彎路帶俾我哋好處定壞處呢？咁就要睇下你間屋究竟身處於呢一段路段嘅邊一個位置啦。譬如而家呢一張圖，呢一個單位咧係望住呢一個彎嘅外圍部分，咁樣望過去。咁就好似望住一把鐮刀，一個刀鋒啊，係對住自己間屋咁樣啊。咁如果係喺呢一個位置嘅屋咧，呢條路對於我哋嚟講係屬於叫做一個反攻煞，又或者一個鐮刀煞。呢一個煞嘅破壞性咧，同路衝係相近嘅。呢一個彎嗰個弧度越彎咧，對自己間單位嘅影響係越嚴重。咁特別會影響人際關係啦，包括一啲是非爭吵、感情關係嘅疏離啦，以及健康，譬如可能會有開刀手術啦。再喺高空望翻落去頭先呢一間屋啦，咁佢就呢個位置就咁樣望住呢一條路，呢一個反攻煞啦。咁譬如有一啲單位，如果佢係喺呢一度啊、呢一度咁樣嘅話呢，咁其實佢都係直接受呢一個反攻煞或者鐮刀煞咁樣影響嘅喎。假如咧呢一條路佢係咁樣 S 型咁樣行啦，咁雖然佢係一條 S 型路，但係如果呢啲屋係喺呢一啲位置呢，其實係受惠唔到去 S 型路帶嚟嘅好處㗎，因為係位置唔啱啊。咁頭先都講過啦，
呢一種路段究竟會帶俾你好處定係壞處呢？就好取決於你個單位究竟係喺邊一個位置。譬如而家呢一度有條彎路啦，咁如果單位係喺右手邊呢一啲位置呢，咁一望過去呢，就會係受到反攻煞一啲負面嘅影響嘅。相反，如果係喺左邊呢一啲位置嘅單位，咁樣望住呢一條彎路呢，就好似俾呢條彎路包圍住自己，感覺上有啲似咧古時候做官嘅人咧都有一條腰帶咁樣啊。咁所以呢，我哋係叫佢做玉帶環腰，代表係事業順利啦、財運亨通嘅。咁所以同一條路呢，其實可以係好或者可以係唔好，咁就要好視乎你個單位係喺邊一度望出去啦。咁但係呢一個玉帶環腰都有啲條件嘅，就係大前提你唔可以話太貼近呢一條路啊，因為如果太貼近呢一條路呢，又會形成一個唔好嘅風水。咁可能呢，再開少少呢一啲建築物呢，就會相對比較好啲啦。咁呢一啲好嘅風水呢，可能會喺之後嘅影片會再去同大家分享一下啦。第三種咧就係我哋都好常見嘅，就係有一啲馬路或者有一啲行車天橋咧係非常之貼近一啲住宅大廈嘅。基本上你個窗一望出去咧，條路就好似喺正你前面咁樣。咁呢一種咧係會帶嚟兩種煞嘅，一種就叫做攔腰煞，一種係叫做聲煞。聲煞即係話聲音造成嘅煞氣。如果你長期個單位都係受到一啲好高噪音嘅影響嘅話呢，其實都會令到你間屋呢係聚唔到人氣，亦都聚唔到財運嘅。而攔腰煞就係話，因為你嗰個車路呢非常之貼近你個單位，咁就好容易呢將一啲人氣同埋財氣都拉走啊。財氣拉走即係難剩錢啦，又或者你賺到錢，但係呢就好容易使咗去，或者容易破財，又或者你投資呢好容易有損失噶。咁人氣拉走係咩意思呢？即係話呢一間屋係聚唔到人。可能係間屋嘅人咧，好唔中意留喺屋企啦，成日都唔黐家啦，又或者你嘅家庭成員咧，都好快會搬出去住，咁呢一啲都係聚唔到人氣嘅一種，咁都唔難理解嘅。咁因為間屋始終都長期受到噪音嘅滋擾啦，咁正常都好難會話好中意留喺屋企嘅。咁但係如果真係有一啲經常留喺屋企嘅家人咧，佢嘅健康同埋財運咧就好容易受損啦。今集要講嘅最後一個煞呢，好多時大家咧都會忽略咗嘅。咁仲有4個煞呢，我會留翻喺下一集再同大家分享翻。最後要講嘅係呢一種嘅迴旋柱，就講緊嘅唔係左邊嘅呢一種，係右邊呢一種去到盡頭路嘅迴旋柱。咁呢一種迴旋柱呢，你見通常啲車都會行得比較慢啦，又唔似路衝啊、鐮刀煞咁樣，係真係好似有種衝擊力咁樣，咁睇落好似冇乜嘢咁。呢種路嘅特點就係啲車咧會咁樣駛咗入嚟，之後咧轉個彎就會兜翻出去走咗啦。咁我哋風水好講求嗰個意象噶。咁如果你個單位係喺呢一啲位置啦，望住呢一個迴旋柱，咁就會見到好多車會駛入嚟，咁兜去你嗰度，咁係即係意味住好多機遇啊，好多機會會走去你嗰度，咁係即係一件好事咯。咁但係唔好忘記，同一時間咧啲車又會調轉頭駛開咗走咗。咁即係話呢，好多機遇會出現咗，好似呢都會走去你嗰度，但係呢去到口邊都未食到呢，就冇咗啦。即係話呢，好多機遇你會見到，但係你捉唔緊，好容易出現咗，但係最終亦都會流失咗。咁呢一張圖就係由單位望出去啦，咁就好清楚見到啦，車咁樣走埋嚟，兜咗個圈之後呢，就駛翻出去啦。就可能係啲生意啊，明明好似都有人問喎，好多人去查詢喎，但係最後呢，做得成嘅又冇乜咁樣。如果你發現自己嘅屋企中咗以上嘅其中一種煞呢，就唔需要太擔心嘅，因為其實好多煞呢都可以好容易咁化解得到。咁加上每個人嘅命格都唔同啦，對於呢一啲煞嘅承受力都唔同嘅。今集就先講到呢一度，咁仲有4個煞呢，我會留翻喺下一集再同大家分享翻。記得留意住啊！如果你覺得呢一集嘅資訊幫到你，記得 like、share 同埋訂閱如心軒。